敢若是饲药的事件呢，目前也未煞。有真侪幼儿园的老师私底下是表示讲，这个饲感冒药水是真平常的代志。尤其是呢，这个感冒高峰期的是，一天上无爱饲15个囡仔以上。所以讲呢，为了这精准饲药啊，其实差不多逐间幼稚园拢要求家长写这个啥托药单，这包括食药的方式、甲时间拢会明确的交代。因过网络就出现真侪讨论，这个部分的家长为了要让囡仔呢，会使较早困咧，会家己去饲有关副作用，也就是爱困副作用的感冒药水。所以讲专家提醒讲，你若无依照医生提醒这个药物，家己去食这个药啊，严重者有可能影响到囡仔的记忆甲注意力，危害程度未输巴比妥。会写名、写班级，到当时爱食药啊，家长真少写资料，这是幼稚园饲药的单。内容写个真详细，是要食药丸、药粉，或者是药水，剂量要食偌济，几点食药啊？全部拢爱家长含老师逐工签名较真，因为药占着去，食伤济，拢会伤到身体。也是一个药物，那当然也是会有这个剂量上面的限制存在。囡仔袂晓吞药水，感冒药水是囡仔上主要药水。亲像常在看到的退烧药水，成分是乙酰氨酚，会当退烧止痛；酷酷嗽药水成分有甲基盐酸、麻黄碱、抗组织胺剂。那常在看到的过敏药啊，是第一代抗组织胺。那这种药物呢，它基本上来说，它也是属于这个中枢神经抑制剂的一种。它的副作用是会引起爱睡，但是我建议父母亲用这种药水来让小孩子好好睡觉，必须要在医师处方之下，必要用的时候才可以使用。感冒药水意思就是破病才会当食，提醒家长拢要听医生的话，千万唔通家己做医生，互囡仔乌白食药啊，若无伤害到的，会是家己的宝贝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